在抗干前，希望咱这世人会当心怀如意，在世福道大典，出世者后，大家拢会当各归本位，各位前人安尼讲好。我是你最后来祝福的咱各位前人大典的平安健康，福慧圆满。 甲咱超过时间，非常的抱歉感恩。感谢你们的慈悲，请到主公。 坤道主公，感谢我们的慈悲，恭喜主公。